像日今天，讓這天作奉獻，為那永活國度快將再臨這地面，要珍貴這一天，盡心思意志，努力承擔主所告知。像日今天，盡發揮作奉獻，懷着畏懼戰律義，專心誠無雜念，人熱誠心志堅，主必施愛眷，且想似天上大榮冕，將身心相獻，態度純一。